嘛是社会新闻发生伫宜兰市新民路昨下晡2点外发生一件假车祸真抢金的案件。一个黄金加工厂的女业务员拖2卡行李箱啊，这卡棒内底有夹了差不多是500万块的金啊，讲要去金仔店交货。伫落车了，离店门口无够30公尺的所在，互人塞车弄着了。这个驾驶先记意讲要关心，煞来将这个卡棒全咧抢去。这被害小姐呢赶紧约，加上建议拥为这个小吃店的头家斗相共，这个伫金仔这个卡棒才保掉哩，警方伫2点前后就将嫌犯抓到。查某人拖2卡行李箱仔，雄雄去互后壁一台白色的轿车对弄一个摔倒在地。驾驶第一时间落车，本地掠村一时要甲牵起来，想袂到伊直接将行李箱仔拖走，卡地抹油走转去车顶。查某人含爬起身爬起将，将行李箱仔揪条条。查某人煞唔放手，2个人伫路边扭勒。查某人竟然阁想要甲这个查某人争，民众看到这个情形，喊来甲查某人斗骹手。查某人想要去将迄个抢劫的查某人率先扑倒，加在互人甲插咧。查某人上车，阁调共目去要共弄，结果险去弄到后壁一个机车骑士，后来看情势对伊不利，喊塞车逃走。伫这个过程中，有人将这个小吃店头家斗相共，将这个被害女子甲伊的行李箱仔诱动的惊险的画面拢翕落来。就是阮硬变落来了后，伊门关起来，车就要开走啊！道路要到弄阮。安尼哦，真要死啦！斗叫人的头家讲，这个被害女子就是要去附近的金仔店，伊行李箱仔底拢是黄金甲珠宝等等贵重的物品。我打看哪唔对，伊针对的是要抢伊的亏心，因为阮店咧接触的时候，阮就知影讲，因这就是要去金仔店，内底所缀就是金仔。宜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伫南澳乡汉本车头附近找到白色的轿车，落尾伫墙内内找到嫌犯。全案依准强盗未遂、伪造文书等罪嫌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。2卡行李箱仔内底估计有超500万左右的黄金。被害女子对桃园来到宜兰，所当着假车祸真抢劫的案件，若互惊到，人嘛着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